迎收睇蛋撻頭條，我係佘 A 晚。為控訴綠營當局司法雙標，推行大罷免，打壓在野力量。台灣在野黨號召超過20萬民眾426上海道集會舉行反綠抗議，高嗌賴清德落台。我哋連線蛋撻評論員吉米帶我哋直擊現場。賴清德下台！獨裁黨滾蛋！賴清德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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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賴清德呢個所謂務實台獨工作者上台未夠1年，其他政績未見到，賴清德淨係 show 出治台3大絕招：跪尾賣台、司法打藍、掏空台灣，成日吹噓台美關係史上最好，結果美國加關稅打到台企口腫面腫，護台神山連根拔起送俾山姆大叔。Thank you, Lai. Jam High, good boy. 賴清德執政週年慶唔係派民生紅包，係派政治追殺令啊！妄想做獨裁皇帝，一言堂玩政治大富翁，昔日子彈都擋唔住嘅陳水扁，都被青料部隊逼到牆角。今時今日，台獨之子都要俾台獨金孫政治霸凌啊！民主就是人民當作是國家嘅主人，當作是總統嘅頭家，唔得講什麼人咧上界大，當作未使批評嘅。民主一定要有界限，未使講我說的算，你意見跟我無同款，你就是跟什麼叉叉同路人，安尼就唔好啊！你也開始背骨了哦！笑死，總統也要變中共同路人，不用在那邊分化民進黨派系了。王定宇被阿扁採訪，淪為阿扁分化內鬥工具人，超丟臉的！後悔投票給陳水扁，害死台灣，害死民進黨的人，趕快關回去！綠色恐怖玩到出晒面，司法檢調變晒東廠錦衣衛。藍營家陣連呼吸都犯法，搜查約談密過茶記執台，連75歲國民黨阿婆都要當黑社會大佬咁鎖，20萬人睇唔過眼淋住雨都要上海道，唔係為咗集體沖涼，而係要沖走呢個政治廢柴。賴神不如改名叫賴皮啦！我講句髒話，真他的氣焰太盛，受不了了。這個政府很爛，每天都不做事，他這樣子就輸了就要一直選到贏。我們今天需要站出來，讓他知道，不是只有他們的聲音。說什麼都沒錢，如果大罷免就很有錢。居然燈也不能夠開，衛生紙也沒有，真的把我們當人當白痴哎！整天挑撥兩岸情緒，想要讓戰爭起來，又要把我們這些年輕人推上去，由他們造的孽，憑什麼要我們來承擔？我覺得很不爽。賴清德下台，民進黨下台。賴清德呢台政治獨腳戲唱足1年，除咗將台灣變成權鬥修羅場，仲成功將經濟推向懸崖邊，失業率升到似搭火箭，物價飆到阿婆都唔敢去街市，收手啦早，小心被海盜20萬怒火燒到渣都冇得剩啊！